松化离北京240里地，你到那儿给父亲守灵去吧。他就到那儿去了。这样雍正就办了登基典礼，就当了皇帝了。兄弟之间就是可能有人不服吧，是吧？七嘴八舌。后来就一个个处理，把这个政权就算稳定住了。雍正啊，在位13年。雍正这个人呢，第一是勤奋的勤，他爸爸就勤，天天叫御门听政。御，皇帝的御，门就是那天津门，听，耳朵听，政治、政府工作、政事，每天早上开会，御门听政。夏天有时候到畅春园，有时候到西园，就现在中南海，也有时候到避暑山庄。他出巡的时候，走哪就在哪按时御门听政，天天，所以勤政。雍正也勤政。雍正做了些改革，康熙太仁爱了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。有一次康熙出巡，皇帝出巡呢，走路上有一个人在那躺着呢，这得了吧？皇帝挡了御驾了，是不是？把你抬到一边，不拿鞭子抽你一顿，就算很客气了。耳机起草把嚷的，这个看什么事情啊？说有人挡了遇到了，看翁永泰怎么回事啊？说翁永泰他不说话，说怎么着就给抬到路边了，停了就停了。你们看怎么回事？就是闹不清。后来勉强能说我啊，用功，用今天话说就在外面打工了。到过年了，过年回家过年呢，那个老板挺黑，没给钱。没有钱你回家就没有路费啊，走啊，天又冷又饿又渴又乏，就卧倒在这路边上。他说你不要吓着他，赶紧给他热粥，弄热粥把他灌醒了，灌醒了问清楚什么地方人怎么回事，这就算不错了，放在路边就御驾走啊。看是不行，让他跟着吧，就让他跟着后头，就到了行宫。到行就问他住什么地方，哪里的人是家什么人。说你回家过年呢，我用粥把你喂饱了还不行。你说一天呢，第二天你又没得吃了，是吧？